今日我要同你講一個好重要嘅話題。你手上面住嘅呢份禮物，你可能覺得好開心、好實用、好值錢，但我要同你講，放低佢。我知你心裏面可能會諗，人哋一分心意，唔收唔好意思啊嘛，錯大錯特錯。你以為自己執到寶，其實你係幫人哋擋緊災、受緊罪。中國人講咗幾千年嘅道理，無功不受理呢5個字，唔係叫你做人冷漠，而係叫你保命。天上無端端跌落嚟嘅禮物，凡事有因必有果。有人送嘢俾你，你要問一問佢個因係咩？你接觸之後，個果會唔會落喺你身上？你最近係咪夜晚3點幾眼光光？係咪成日覺得心口有股黑氣壓住？係咪雞毛蒜皮都鬧到面紅耳赤？係咪身體越嚟越差？個人貴氣好似俾人吸乾咗？你以為係工作壓力大，以為係年紀大咗，以為係天氣轉涼？我話俾你聽，好多時唔係你身體有病，係你擺咗唔應該擺嘅嘢喺屋企，你親手將人哋嘅衰氣擺喺自己床頭、自己客廳、自己辦公室。你以為慳咗幾千蚊，實際上你係用自己全家嘅健康、運勢、陽氣去換。呢個買賣蝕到入肉。今日呢篇文章我要同大家講清楚，有6樣嘢陰氣重到得人驚，人哋送俾你千祈唔好收。尤其是最尾嗰樣，好多香港人一世人都當寶，根本唔知道佢就係令你全家病痛唔身嘅源頭。你聽我講完，好過你去睇10次醫生。你睇完即刻起身行去客廳、書房、睡房，逐樣檢查，如果有即刻掟咗。第一張能量手套，禮物唔係禮物，係因果契約。我做咗幾十年嘅玄學命理研究，見過嘅人多到數唔清。好多時一個人行衰運唔係佢開口講嘅，而係我一睇佢個面口就出咗事。個面口有一層灰黑氣，眼白帶黃，眼神游離。我會問一句，你最近係咪收過人哋送嘅嘢？古董玉器、石頭嗰類，10個有9個會瞪大對眼望住我，你點知㗎？我朋友上個禮拜先送咗個古董玉俾我，親戚搬屋將個舊佛像送咗俾我，朋友去旅行買咗個泰國佛牌送俾我。呢個就係問題所在。中國人最重人情，尤其是老人家講情講義，朋友送嘅嘢唔好意思唔收，又或者覺得好值錢唔收好嘥。但正是呢種人情世故，害咗一代又一代人嘅。佛經入面講得好清楚，天地之間有一個鐵律叫做能量守好。讀書嗰陣物理學都學過，能量唔會無端端消失，只會由一個地方轉去另一個地方。運氣同陰陽都係一樣。一個好運嘅人，佢身邊嘅物件會沾上佢嘅好運氣；一個衰運嘅人，佢身邊嘅物件會沾上佢嘅衰運氣。佢將呢啲嘢送俾你，表面係送禮，實際上係將自己嘅衰運轉嫁到你身上。你以為收嘅係一份心意，我話俾你聽，好多時候收嘅係一份因果契約。你雙手接過嚟嗰一刻，就等於簽咗名，同意用你嘅陽氣去幫對方承擔佢嘅衰運。你以為冇事，你以為對方冇講，但宇宙嘅法則從來唔會因為你唔知就唔執行。你唔好話我怪力亂神，我係講物理、講易經、講中醫幾千年嘅智慧。你要明白一個道理，呢個世界上面冇一樣嘢係真正靜止嘅。你以為塊石頭擺喺度冇屈過錯，你攞部顯微鏡去睇入面嘅原子、電子分子，全部都喺度震。有震動就有頻率，有頻率就有磁場，有磁場就有記憶。你後生嘅仔女可能未見過錄音帶，但我哋呢一代人一定用過錄音帶。上面聲音嘅震動經過之後，磁粉嘅排列就改變咗，聲音就儲存咗落去。下次你將帶放入機，磁粉嘅排列還原成震動，聲音就出翻嚟。任何物件其實都係一卷錄音帶。一個人長期用一樣嘢，佢嘅腦電波、佢嘅情緒、佢嘅磁場不斷咁錄入去，自透入每一粒分子、每一個空隙。如果呢個主人係一個心平氣和、
福氣滿滿嘅人，佢用過嘅物件就帶住正能量，你攞上手會覺得舒服安寧，嗰個叫養氣。但如果嗰個主人係一個日日怨天尤人、疾病叢生，甚至臨終前喘晒氣嘅人，佢每日對住張床流眼淚，對住個枕頭咒罵命運，佢嘅怨氣、衰氣、死氣全部會漸入去。你將嗰張床褥放喺自己床頭，日對夜對，貼住皮膚瞓覺，你嘅磁場就會慢慢同佢同步。物理學叫做共振，中醫叫做同氣相求，易經叫做同聲相應、同氣相求。你明唔明？有時候你行入一間古董鋪，明明開住冷氣，你會覺得起雞皮，行入去就覺得有啲嘢壓住你。唔係你嚇自己，係你嘅身體接收到嗰個空間入面殘留嘅磁場信息。你嘅身體比你嘅腦更加誠實，佢感受得到你肉眼睇唔到嘅嘢。等到你嘅陽氣被嗰股陰煞之氣蠓食，你嘅身體就會開始出現問題，先係失眠煩躁，跟住係免疫力失調，最後就係莫名其妙嘅大病，甚至血光之災。嗰個唔係迷信，嗰個係能量嘅流動。易經講有其狀必有其數，有其數必有其理，萬事萬物都有一寶寶，你望一眼就得，望住對眼就得，因為佢嘅磁場已經壞咗。古人講氣數已盡，一件經歷過動盪、災難、死亡嘅舊物就帶住煞氣。我以前幫人睇風水，入到屋企第一件事就係睇擺設，有個老闆裝修靚到不得了，但我一入客廳就見到角落擺住一塊形狀古怪嘅石頭，紅紅黑黑，好得人驚。佢話係外國拍賣會買翻嚟嘅幾百萬。我同佢講，石頭嘅方位對正男主人位，你身體一定出事，事意唔順。佢話我大驚小怪。半年之後佢打電話嚟驗到有癌症。各位諗下，一個人幾百萬買嚟石頭翻嚟，買到乜嘢？買到癌症。呢個世界上面最貴嘅嘢永遠係你嘅命，你屋企人嘅平安。幾百萬粒石頭同埋一條棉被、一張床褥，個價錢唔同，但個道理一樣。來歷不明嘅舊物就帶住自己嘅磁場，可以反客為主，影響你嘅命運。記住一個原則，人為陽，物為陰。正常情況下，人嘅陽氣壓得住物件嘅陰氣，但如果你收咗來歷不明、充滿負能量嘅禮物，陰氣多過你嘅陽氣，就會變成物氣主。你會發覺自己越嚟越唔想出門口，中意匿埋喺陰暗嘅角落，發脾氣越嚟越古怪。中醫叫嗰個做陰濕，陰氣積聚，陽氣入唔到，嗰個就係大病嘅先兆。所以做人要斷捨離，人哋朋友送嘅嘢你要識得分。如果對方福氣滿滿、身體健康、家庭和樂，佢送嘅嘢你可以收。但如果對方正面對大難、離婚、破產、重病，又或者件物件本身就來歷不明，你就要停一停，諗一諗。佢可能係想透過舊物嚟消災，而你收咗，你就係嗰個替災嘅人。第二章，6樣最毒嘅禮物，你屋企有冇好？道理講完，你一定好想知到底邊幾樣嘢最毒、最危險，千萬唔好收。我同你逐樣點名，呢6樣嘢係我處理過無數個案之後總結出嚟嘅。你最好而家起身行去客廳、書房、睡房，逐個角落檢查。如果有，即刻掉咗佢第一樣，具備人形嘅公仔同玩偶，尤其是二手嘅。記住一句話，有其形必有其靈。一樣嘢做得出人形，有頭有眼有鼻有四肢，但個面係空白嘅、空洞嘅，就好似一間空屋，係天地之間冇主孤魂最中意寄居嘅地方。我見過一個真實個案，一個7、8歲嘅細路女本身活閉開朗，有一排開始每晚尖叫，話間房有人望住佢，父母以為係神經衰弱，帶佢睇醫生做檢查，全部正常，反而越搞越嚴重。後來問清楚，原來有個親戚從日本帶咗個和服傳統日本人偶翻嚟，擺喺佢床頭櫃，正正對住個枕頭。日本人偶做得越精緻，陰氣越重，夜晚就盯住你我話攞走。佢當晚細路女就瞓得安穩穩。
所以二手公仔來歷不明嘅人偶，千祈唔好收，更加唔好擺喺床頭對正自己個頭。第二樣來歷不明嘅石頭同骨董玉器，好多人中意收藏石頭、玉器、骨董，覺得好有品味。朋友送一塊玉嘜，你開心到不得了。但你要知道，古語有句話叫人養玉3年，玉養人一生，但有下半句，玉養人一生嘅前提係塊玉係好嘅、乾淨嘅、嚟歷正嘅。市面上大部分骨董玉器，除咗係家族傳落嚟嘅之外，絕大多數係從古墓入面挖出嚟嘅陪葬品。古人死後口含玉，手握玉，容易係封住最後一口氣。呢啲玉陪住死人幾百年，甚至上千年，浸透嘅係極致嘅陰寒之氣。你將佢掛喺心口，心口係人體陽氣匯聚之地。你將千年陰氣嘅石頭擺喺你嘅陽氣中心，3個月之內，心口會覺得翳悶、心慌、心跳亂，嚴重嘅陽氣慢慢被吸，最後可能心肌梗塞。山上面濕翻嚟嘅石頭，郊野公園嘅石頭，往往帶住山精鬼魅之氣。你將佢帶入屋企，就等於請佢入門。所以朋友送嘅古董玉器、奇形怪狀嘅石頭，除非你肯定佢嚟歷乾淨，否則敬而遠之。第三樣，二手嘅床褥同枕頭，呢樣我要特別強調，因為最容易被忽略，亦都最致命。好多香港人搬屋或者朋友搬屋，人哋將舊床褥、舊枕頭送俾你，你覺得名牌嚟㗎，幾萬蚊，用咗2、3年好新淨就收咗，你以為自己做咗好事，大錯特錯。床褥係一個人一生入面磁場交換得最深、最密切嘅地方。你每日瞓8個鐘，你嘅體溫、汗液、呼吸、腦電波全部浸入去。如果張床嘅前主人係一個長期失眠嘅人，張床褥入面浸滿嘅係煩躁；如果係一對日日嗌交、最後離婚嘅夫妻，張床褥入面浸滿嘅係怨氣、晦氣、衰氣。你瞓喺上面，即係將你嘅身體貼住呢啲負能量。每晚8個鐘，你瞓覺嘅時候係你意識根關閉、防荷系統最脆弱嘅時候，嗰個時候外來嘅陰氣最容易入侵。我見過太多個案，人哋買2手樓，唔捨得換舊床褥，住咗半年，本來恩愛嘅夫妻日夜嗌交，本來健康嘅人開始腰酸背痛、怪病頻生。有一對住9龍嘅中年夫婦買咗個2手單位，前業主全部家留低，佢哋覺得好就手照用，結果住咗3個月，老公夜夜發噩夢，老婆開始甩頭髮，小朋友成績跌到谷底。後來換晒所有床褥枕頭，全部情況即刻好轉。因為你瞓喺人哋嘅因果上面，就要幫人哋受翻嗰份苦。尤其係枕頭貼住你嘅頭部，舊枕頭嘅負能量會直接干擾你嘅腦電波，令你思維紊亂，運勢被壓住。所以窮都要窮得有尊嚴。人哋嘅舊衫可以着，但床褥同枕頭絕對唔可以用2手。你要瞓得安穩，就要瞓喺自己嘅磁場上面，瞓喺自己嘅氣場入面。第4樣，刀劍利器同尖鑿物品。我好多次見到香港男人喺客廳或者辦公室掛住一把劍一把刀，覺得好有型，好有氣勢。朋友送嘅高級廚具，一整套亮晶晶，覺得好實用。但佛經同易經都話刀劍利器代表肅殺之氣，帶着強烈嘅分離同破壞嘅能量，風水上面叫做一刀兩斷。我識得一個做生意嘅老闆，同合夥人好多年，好似親兄弟。有一年生日，合夥人送咗一把日本古董刀俾佢，佢好開心，掛喺辦公室。3個月之內，2個人為咗利潤分配反咗面，幾十年交情鐵底決裂。刀劍自帶殺氣，掛喺辦公室斬斷貴人，掛喺廚房斬斷財路，掛喺睡房斬斷夫妻情分。所以如果朋友真係送刀劍利器，你收咗之後一定要買翻佢，攞一個銅板出嚟，話我同你買，咁就叫買斷，贈送嘅因果線就切斷咗。但開過封嘅古董刀劍，俾錢都唔好收，因為上面沾過嘅血氣，你唔知係咩。第5樣，大人嘅舊衫同舊鞋。香港人好實際，我明，
人哋著過嘅衫。如果乾淨企理健康送俾你，你著冇問題。但大人嘅舊衫，尤其是病人過世人嘅衫，絕對唔可以收，因為衫褲鞋百緊貼皮膚，會吸收人體嘅氣場、汗水、皮屑，甚至基因資訊。如果前主人係一個嚴重皮膚病患者，或者係一個長期病患者，佢嘅病氣會進入衣物入面，你著上身，等於用你嘅皮膚呼吸人哋嘅病氣。廣東話講送鞋有送邪嘅吟音，亦都有請人上訴嘅意思。鞋踩喺腳底接地氣，一個人行過嘅路、踩過嘅泥、去過嘅地方，全部氣場都喺對鞋入面。人哋着過嘅鞋，無論係限量版、名牌，你收咗，等於收埋佢行過嘅所有路，好嘅路、衰嘅路、去過醫院嘅路，你住住就行佢嘅運。如果佢行衰運，你住住就會跟住碰壁。第六樣，來歷不明嘅法器、神像、佛牌，呢樣最可怕。好多人去泰國、西藏旅行，覺得當地嘅神神怪怪好靈驗，就買一大堆天珠、佛牌、佛像翻嚟當手信送俾人，又或者朋友神神秘秘咁話呢個係大師開過光噶，保你發達。市面上天珠佛牌有得賣，幾百蚊一個，幾千蚊一個，你聽清楚，佢話開過光，開咩光？開手電筒照過就叫開光。各位聽到開光兩個字要即刻警醒，真正嘅開光有嚴格嘅儀軌，要大德高僧主禮證明，但市面上99%所謂嘅開光根本唔知背後係咩嘢。有啲佛牌入面供奉嘅係陰靈，需要你嘅運氣或者其他代價去供養。你將呢啲來歷不明嘅法器帶翻屋企，就等於喺屋企裝咗一個唔受你控制嘅發射塔。我見過一個個案，本來好正常嘅少女突然塊面生滿暗瘡，點醫都醫唔好。後來一問，原來有個朋友從東南亞帶咗個陰牌掛件送俾佢，佢掛喺床頭。我話訂咗佢，配合中藥調理，半個月之後塊面就光滑晒。所以記住，信仰係個人嘅事，法器係專屬嘅，唔可以隨便接受人哋送嘅宗教法器，除非係你自己親身去寺廟求翻嚟嘅平安符，嗰個係神聖嘅，可以收，其餘一切帶神秘色彩嘅掛件擺件一律唔好收。第三章3個徵兆，你已經中咗招，你可能會問，我點知自己係咪中咗招？有啲公仔我擺咗幾年都覺得冇事，有啲石頭我都戴咗好耐，又唔見我有大病。我話俾你聽，瘟疫叫做病，一定要等到瞓喺醫院插晒喉先叫做病，一定要等到家破人亡先叫做倒霉。嗰陣已經太遲，神仙都難救。中醫最高嘅境界係未病先防，喺崩盤之前，你嘅身體早就發出咗信號，只不過你太冧，將佢當成天氣變神經衰弱，唔使去廟宇，唔使去醫院。你而家坐喺度感受一下，呢一刻就有答案。我有3個指標可以判斷一個人係咪已經中咗招。第一個徵兆，手腳冰冷。各位伸出你嘅手摸下你嘅額頭，正常人嘅手心應該係暖嘅，額頭係涼嘅。但如果你收咗某件禮物之後，開始莫名其妙咁手腳冰冷，而且唔止係手指頭凍，而係凍到過手掌、過手踭、過膝頭。中醫有個名叫做四末逆冷，係陽氣大虛嘅徵兆。心臟係人體嘅太陽，不斷跳動產生嘅熱能，要通過血管傳送到四肢末端。如果擺咗陰氣重嘅物件，陰氣好似一層無形嘅網罩住你，你心臟嘅火力送唔到去手腳，你會覺得就算大夏天，骨頭入面都透出一股寒意。手腳一動，財運必衰，因為手腳係握住機會同行路嘅工具。陽氣去唔到手腳，你握唔住機會，跑唔過災難。你同人傾生意握手嘅時候，對方摸到一手凍冰冰，潛意識就會覺得你氣數已盡，唔想同你合作。你行路嘅時候，雙腳好似踩冰上面，你點跑得過人？嗰個就係陽氣衰退嘅第一個警告。第二個徵兆，元神定時已醒。好多人同我投訴，我好瞓得㗎，一瞓就着，
但好奇怪，每日到咗半夜，某個時間就會陰醒，之後就眼光光等天光，論晨1點至3點。中醫叫丑時肝經當令，肝藏血，人之則血歸於肝，應該瞓得最冧。但如果有陰氣干擾，半夜陰氣最盛嘅時候就會開始活躍，干擾你嘅元神。1點至3點醒，傷肝，肝主謀略，主決斷，肝功能受損，你做生意判斷力會差，容易做錯決定，簽錯合約。冬晨3點至5點，中醫叫寅時，肺經當令，呢段時間係氣血重新分配嘅關鍵時刻，醒嚟代表氣血過唔到關，身體入面有陰濕積聚。所以如果你以前瞓得好地地，最近突然變成半夜定時鬧鐘，你就要警覺，唔係普通失眠，而係床頭擺咗唔應該擺嘅嘢，你攞走佢，我包你當晚瞓到天光。第3個徵兆，無端端心慌同恐懼。有啲人收到禮物之後身體冇大痛，但個心開始唔對路，突然心臟嘣一下跳得好快，好似俾人揞住個心口。有時無端端覺得背後有人，心裏面恐慌，有一種大難臨頭嘅焦慮。去醫院做24小時心電圖，醫生話冇事，話係自律神經失調，但食咗藥都冇用。中醫講恐傷陰，恐開嘅情緒歸影館，戰係人體先天之本，陽氣根基。當外來陰氣入侵，你身體本能就會產生恐開感，好似仙人感覺到獅子嘅氣息。你嘅潛意識同你講，你嘅環境唔安全。如果呢種情況持續3個月，陽氣一衰，就開始甩頭髮，記憶力衰退，腰酸背痛，男人精虛，女人子宮虛寒，嗰個就係標準嘅運氣被確嘅過程。好多人走到呢步已經好難救，所以我而家講嘅唔係嚇你，係要你防患於未然。中醫最高明嘅地方唔係醫病，而係未病先防，喺病之前就冷住佢。各位對照一下，手腳有冇冰冷過手掌？半夜有冇1點至5點定時醒？情緒有冇無端端心慌心跳？如果你中咗一項，你就要小心，嗰條借運嘅通道已經打開咗，你必須即刻行動。第4章3招化解，將陰氣掃地出門好。講到呢度，好多人可能已經嚇到全身冷汗，但我要話俾你聽，有陰就有陽，有邪就有正，中醫永遠留人一線生機。我而家講嘅係扭轉乾坤嘅方法。既然知道係磁場出現問題，就用更強、更純、更正嘅陽氣，將陰氣燒得乾乾淨淨。我傳授3招化解之法，唔使請大師，唔使花大錢，全部係你隨手可以攞到嘅嘢，但效果立竿見影。第1招，太陽真火曬。如果你覺得件禮物真係好靚、好貴、好唔捨得掉，可以試下呢招。揀一個天氣晴朗嘅日子，中午11點到下午1點，係天地之間陽氣最旺盛嘅至陽之時，用一張紅紙或者黃紙底擺喺露台或者天台，地下要乾淨，將你要淨化嘅物件放喺紙上面，曬2個鐘頭，心裏面默念天火垂搖，陽氣歸位。經過午時，太陽嘅真火復燒，就好似電腦重灌系統，將入面嘅負面磁場洗走。但記住，陪葬品、來歷不明嘅法器、開過鋒嘅刀劍，呢幾樣唔用得呢招，因為佢哋嘅陰氣已經太重，太陽都曬唔透，必須用第2招。第2招，粗鹽淨化。粗鹽含有海鹽嘅物質，有淨化消毒、殺菌嘅功效，仲有一個作用，海鹽入面嘅離子膏能夠鎖住氣場，阻斷靈體嘅連接處理。來歷不明嘅物件，用粗鹽最好，越粗越好。步驟好簡單，用一個碗裝滿粗鹽，將要處理嘅物件埋入鹽入面，擺3日期間講一句塵歸塵，土歸土，衰氣帶走，陽氣留俾我，兩不相欠。3日之後攞出嚟，用紅紙或者紅布包住，可以放埋一邊，當係一道防火牆，隔絕氣場嘅最後一絲九吾。淨化身體嘅步驟，買一包粗鹽，沖涼嗰陣用鹽水捽身，由頭捽到落腳，然後沖走，你會覺得成個人好似輕咗幾斤。當晚瞓到天光，因為你皮膚表面嘅陰氣磁場全部被洗走。
呢個方法你可以每個禮拜做一次，長期堅持，你嘅體質會越嚟越暖，陽氣越嚟越足，百毒不侵。第三招，正念護身，最後一招唔使任何道具，但最強大就係你嘅心。有啲人收咗唔好嘅禮物，身體冇事，除咗身體強壯之外，最重要嘅關鍵係佢個心夠強。《黃帝內經》講：恬淡虛無，真氣從之，精神內守，病安從來。如果你日日夜心裏面空虛兒女，你嘅心就係最好嘅陰氣接收器。但如果一個人正氣連連，無功不受理，靠自己雙手揾食，你身上自然散發一股浩然正氣，鬼神都要讓三分。孟子講：我善養唔浩然之氣，呢種氣係充塞於天地之間嘅正大之氣。一個人心裏面光明磊落，行得正企得正，佢嘅磁場比任何陰氣都強。相反，一個人日夜算計，貪圖小利，心存叵測，佢嘅氣場就四處係漏洞，陰氣想入就入，擋都擋唔住。所以講到底，你最強嘅護身符唔係符咒，而係你自己嗰顆正直嘅心。你嘅心正，天地都幫你；你嘅心咪，南山都保唔住你。第五章結語：莫貪小利，陽氣為本。講到最後，我送俾大家兩句話。第一句：莫貪小利，免費嘅最貴朋友送禮。如果你心裏面覺得唔對路，就大方拒絕，或者用買嘅方式你俾翻錢佢，就算回50蚊都好，將成語變成買賣，因果就唔會上身。第二句：強健體魄，多曬太陽，少飲冬飲，多曬太陽，多做運動。你嘅身體越暖，你嘅陽氣越足，你嘅運氣就越旺。中醫講正氣存內，邪不可幹。你入面夠強，外面嘅陰氣就入唔到你。各位老友記，如果你覺得今日呢篇文章幫到你，請分享俾你身邊嘅人，可能你嘅分享就救咗一個家庭。如果你覺得有用，點個讚，訂閱我嘅頻道。我哋下一篇再見，祝各位陽氣滿滿，途家平安。